印度的电影业非常发达，每年都有大量新片上线。近年来不少大片创下票房佳绩。那2025年有哪些印度片值得看呢？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2025年10大最新印度电影，一起来看看吧。2025年最火印度电影排行榜：1. 坚毅骑兵。近期上映的印度电影《坚毅骑兵》改编自1997年电影《悍将骑兵》，主人公和妻子为了摆脱生活的麻烦事的阴影，决定做一次长途旅行。然而旅行遭遇了令人不安的转折，妻子失踪后，丈夫疯狂寻找，但一个神秘反派为他创造了连连不断的障碍。影片由阿吉特·库马尔、特丽莎·克里希南、雷吉娜·卡桑德拉主演。2. 坏女孩。最新印度电影《坏女孩》是细说小编很推荐的喜剧片，该片为印度女导演阿尔莎·巴拉斯的长片首作，以充满活力的节奏打开 Romeo 丰富多面的内心世界。她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摇摆，在充满束缚的环境中试图闯出自己的道路。坏女孩探讨了代际冲突，以及年轻女性在社会期待下自我确证的不易。本年在第5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提名最佳影片。3. 仙人掌梨。仙人掌梨是印度最新上映电影中口碑很好的一部。Rohan Paresh M. Kanwadi 作为自己摸索半路出家的导演，长片首作就建立起如此成熟的影像风格。故事启发于自己父亲的葬礼，特意到母亲的村庄拍摄，并启用村民为演员。仙人掌梨的酸甜是人生失去与获得的永恒母题。片中画面保持了某种直接的质朴，亲密戏却也有暗流涌动的温柔。影片在第41届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提名世界电影单元剧情片。4. 德瓦。德瓦是2025最火印度电影推荐中必有的人气作品，由罗莎·安德鲁斯执导，苏米特·阿罗拉、Bobby 等多人编剧，沙希德·卡普尔、普加海居等主演，是部印地语动作惊悚片。这部影片翻拍自马拉雅拉姆语热门电影《孟买警察》，讲述孟买警察德弗安布雷·沙希德·卡普尔是卷入复杂谋杀案的故事。5. 黑白魔女英迪拉。2025年最新印度电影《黑白魔女英迪拉》是根据1975年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，由康格纳·拉瑙特自导自演。当年英迪拉公布了经济改革的20点纲领，包括土地改革、降低物价、打击偷税漏税、加强许可证管理等措施，使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量得到了提升，令印度的财政状况可以立足于国际社会上。但另一方面，不少政治人士被逮捕下狱。期间，桑贾伊强制清除在德里的贫民窟，令数十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，数千人被杀，还进行了强制绝育的措施。6. 法特赫。法特赫是最新印度大片排行中必有的佳作，由索努苏德自导自演。主人公法塔赫 Forte 是一个神秘人，他认为自己已经把过去抛在脑后，致力于在旁遮普邦开始平静的新生活。然而，当一名当地女孩成为网络黑手党的受害者并在德里失踪时，他无法走开。凭借他强大的技能， Forte 从自我强加的退休中走出来，成为一名复仇天使，决心打倒整个网络黑手党集团。7. 规则改变者。拉姆扎兰特哈是印度电影演员赤拉尼维的儿子，出道作品就应该得了印度电影观众最佳男主演奖和日比备忘录奖。第二部作品《勇士百拉尔传奇》更是成为第一个泰卢古语电影票房冠军，奠定了他的巨星地位。2022年的神片 RRR 更是火遍全球。2025年最新印度大片中，他主演的《规则改变者》也是部万众瞩目的作品。8. 蓝云之恋。蓝云之恋是2025年上映的印度电影，讲述的是西亚姆和梅加的故事。片中主人公西亚姆为了逃避与父亲的冲突，踏上了喜马拉雅山上险象环生的跋涉之旅。梅加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向导，陪伴着他。途中，一场暴风雪将他们困在一个偏僻的民宿里。后来，西亚姆爱上了梅加的坚强，但梅加没有回应。9. 草图。2025惊悚悬疑印度电影《草图》也很值得一看。影片由阿西夫·阿里主演，男主角巡回督察维维克·戈皮纳特最近因在执勤时在网上赌博而被停职，重新加入警队后，他希望找回逝去的荣誉。然而等待他的是一桩40年悬而未决的神秘谋杀案。
受害者面目全非。10. 傀儡的故事。傀儡的故事是2025最火印度电影之一，原著是印度马克思主义作家出版于1936年的小说，改编成电影时放在了二战背景之下。片中二战的阴影日益逼近，一位失意的医生渴望着知性的浪漫。该片根据曼尼克·班达帕德海的开创性小说改编。这部电影是对那些玩弄他人生命，仿佛他们是木偶般的伪君子们的一种谦逊的抗议。